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40章第1节到23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23节到2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平静风涌。马太福音第8章23节到27节，记载着耶稣平静风涌的代志。这个故事咱拢真熟啦吼。伫故事的内容大概的就是耶稣基督甲门徒伫咧船顶，因伫这个加利利海的中间，忽然间拄着大风涌。这个时阵呢，学生拢发现耶稣基督因的老师在困，所以因就非常的紧张惊吓，就大喊讲：“救阮啊！阮得要死啊！”故事中间有几件事会通值得咱爱思考注意的。伫这中间开始讲者，忽然间。有一句话讲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无有人会通知人生的下一秒是要发生什么款的代志。人生的变化通常发生伫这个一秒钟以内，就好像亲像这个加利利海迄个波涛风同款。伫无料想会到的中间，拄着的苦难还是讲艰难啦吼。这就是咱第2点要讲的起风涌啦吼。风涌呢，原始的意思是咧讲着大自然的大风，吼，大自然的大风，互因伫船顶悬产生真大的摇动，直到因会惊吓。风涌咱嘛会当来了解真侪人生的困境，所拄着的困难，也是亲像伫约帕坐船要走去他西这个路途中间，约拿所拄着的大风。迄个大风阻止因往前的这个行程。第3，咱看到耶稣基督啦吼。耶稣基督伊出世的时阵呢，上帝透过天使预言讲伊的名将来要称作以马内利。迄个意思就是主同在的意思。当门徒拄着这个忽然间来的大风的时阵，耶稣基督甲因同款伫船顶，这是以马内利的实践啊！哦，所以耶稣基督确实是甲门徒三角地带困去啊！耶稣困去啊！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基督伫船顶困去啊！虽然咱毋知影耶稣基督是故意在困，还是真正在困，甚至真有可能学生因认为耶稣基督在困。咱要对2个角度来思考。第一个是有一个故事讲，一个人孤单伫山坡顶悬在行，看见一双的脚印，伊就埋怨上帝讲放伊孤单一个人在行。但是耶稣基督甲伊讲戆囡仔，你敢毋知影是我抱你咧行？迄双脚印是我的，毋是你孤单的脚印。另外呢，圣经甲咱讲，伊袂互你绊倒，你的保护者袂拄面。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，嘛袂困去。这是诗篇121篇第3节到第4节。重点是耶稣基督
是革命之地啊，伫遐化休。当学生认为耶稣困去，佮拄着大风涌啊，惊吓，毋知要安怎的时阵，因就大喊讲，甲耶稣基督讲：救阮啊！阮得要死啊！耶稣起来的时阵就责备学生啦吼。为什么要责备学生？因为耶稣讲：恁遮小信的人啊，恁哪会遮无胆？第七个角度看到平静风涌，耶稣基督的权柄被彰显，就好亲像诗篇121篇第7节到第8节的经文安尼讲：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款的灾难，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当风涌受到责备平静了后，门徒颠倒惊着讲：这个人是什么款人啊？竟然连风甲涌拢顺服伊，因为伊是基督，因为伊是永生上帝的囝，伊有权柄，伊掌管宇宙甲世界。咱昨讲到约瑟的处境，伊去互伊阿兄来等伫高大的古井内底，受卖到伫埃及。因为上帝的同在，就被这个波提反来重用，但是佮受到波提反的太太所害。后来伊佮得到典狱长的信任，伊替人解梦，后来佮互人来甲伊卖吉节，佮后来有机会为着法老王来解梦。今仔日个经文记载着约瑟性命的转折点，因为伊有上帝的能力甲智慧，伊会通来了解别人做梦的意涵，并且其实牧师上欣赏的是约瑟会当有即种的胆量啦吼。就是讲，伊将上帝所启示伊的代志，会通诚诚实实来讲出来。咱看见约瑟替两个王宫内底官员的解梦，伊对酒政讲，圣经的记载，约瑟甲伊讲，你的梦的意思是安尼：3支树花就是3日，伫3日内，埃及王要将你对感觉来带出去，互你复职。你要搁捧你的酒杯，恢复以前做酒政长的职位。伫你行通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我，好款待我。伫王的面前替我讲一声，救我出监狱。我实在对迄边来的人的所在，互人袂来。我伫遮嘛无做啥物款的代志，通互因甲我关伫监牢内底。伫后来呢，伊又搁对即个管家室的即个官员讲，圣经记载约瑟对伊讲：你的梦的意思是安尼，3个人就是3日，3日以内，埃及王要对你。将你对这个感觉带出去，斩你的头，佮将你吊伫叉架，飞鸟会来夺你身躯的梦。虽然酒政受到约瑟的这个恩典啦吼，伊解梦的恩典，但是伊却袂记着伊，袂记了。圣经咧讲，总是酒政无搁想到约瑟，竟然甲伊袂记着。这嘛是咱所咧讲约瑟人生的风涌，
伊的一世人拄着风影，会通讲是真歹通好计算。伊所拄着的困难，常常好若亲像温度拄着即个大风影共款。约瑟无有通好靠，伊阿兄无可靠。波提法虽然介意伊，但是嘛无可靠。迄个接受约瑟该望得到离开感觉的酒政嘛，袂通靠啊！约瑟拄着人生的大风影，只有会通倚靠上帝。这也提醒咱你我基督徒爱信心坚定来倚靠上帝，因为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人生风影，只有倚靠上帝。诗篇28篇，上主啊，我求叫你，我的石盘啊，毋通毋插我。你对我静静，我就亲像入墓坑的人。我求叫你，你的至圣所举手祈祷的时，求你听我恳求的声，毋通将我甲歹人以及作恶的人做一个消灭。因甲厝边讲和平的话，毋惧心阴险。愿你照因的所做，照因所行的歹代报应因。愿恁照你的手所做的报应因，照因应该受的，甲因处罚，因为因藐视上主的作为，甲伊的手所做的，伊会毁坏因。袂甲因中见，上主应该受到称赞，因为伊有听我恳求的声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的敬拜，我靠伊。上主帮助我，我的心大欢喜。我要用诗歌称赞伊。上主是伊子民的快乐，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。求你解救你的子民，赐福，互你做你产业的子民。求你做因的牧者，永远扶持因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有坚定的相信，专心的倚靠。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，或者人生的风波，求主你保守看顾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